月尚有需要嗎？6、7月快一點靠近，讓8月更高的氣溫使我心內漸沸騰。9點鐘午餐倒杯冰水，1點反瞓睡意未退，3點洗澡自家食風裏，總之反轉所有時序。窗邊飄落小雨點，半世葉與碎花，一天一地一個人放空了，帶點神化，躺於梳化輕訴起那支斷線吉他，親手卻不想戒口吧，親親寵物擺呀擺，最得意那尾巴，一早一夜一個人看小說帶點文化，專心煲劇雪櫃裏最好尚有雪吧，看咗已經在倒數的暑假。幾多的考試，深宵的苦戰，終於可稱債，卻剩下睡眠。DSE 一過，出年的暑假已等待18年。9點鐘午餐倒杯冰水，1點反瞓睡意未退，3點洗澡自家食房裏，總之分數別要再追。窗邊飄落小雨點，半世葉與碎花，一天一地一個人放空了，帶點神化，躺於梳化輕訴起那支斷線吉他，親手卻不想戒口吧，親親寵物擺呀擺，最得意那尾巴，一早一夜一個人看小說帶點文化，專心煲劇雪櫃裏最好尚有西瓜，看咗永不要倒數的暑假。出年暑假休息一下。